卖伊嫁来伊，为着细汉读书无趣味，大汉食地毋捌字，啥物头路做着拢嘛袂顺时，古不三种只好来卖鱼，透早加甲啦一直提，阮着赶紧来爬起，准备来去菜市仔做生啊哩。小姐太太阿婆仔甲先生，阮的鱼仔上界青，毋信做你摕去骗，若有臭的全部送恁毋免钱。来哟来呀，人客啊你着紧来免细字，看是要金啊虾啊蛤啊也是变。我这嘛有乌枪白枪，互你古代鱼、木拉鱼、甲土土鱼、加来鱼、甲土鸡鱼、白大鱼，甲着迄落油乎这水鸡的四脚鱼。人讲咸鱼食着会开胃，油鱼愈补是愈有味，杀肉仔补血助元气，赤粽滚汤上界甜，花枝含有维他命 C， 小姐对伊上趣味，食落去到地心花一直开。你若爱食迄落青鱼，应该着买鱼鱼；你若想要啉烧酒，着买山鱼来配较下味。嘿，这着怪呀，这着奇，我点食我甲强要死，哪会无甲歹人客要来甲我交关淡薄仔的生理？一个小姐看我强要发脾气，伊才对我坦白来表示，讲我的价钱比人有较贵。哈，哪有这款的代志？为着生理竞争来所致，到这来啊，拢无算本钱。决定卖你较便宜，一声一个发落去，大家听着真啊介意。目睭一个呢，所有的货色拢互人买去，等甲生理做完毕，消一个算，才知不但无趁钱，颠倒了百里。嘿，为着要来顾地治，了淡薄算啥物？只有毋茫想